摔角係一種糅合格鬥技、體操運動以及綜藝表演嘅競技，對唔少人嚟講，呢項運動一直覆蓋住神秘面紗。以前好細個嘅時候，7歲8歲咧睇電視嗰陣有播一啲美國嘅摔角嘅，咁嗰陣每個禮拜都會特登夜晚開電視去追啊。細個嘅時候咧就睇完之後叫阿媽帶我去，我想學摔角啊咁佢就真係帶咗我去學喎。跟住學咗1年半載之後，發覺啊點解自己學嗰啲嘢同電視嗰啲唔同嘅咧？之後先發現原來自己學緊嘅係柔道咯。不過都冇問題，因為繼續學柔道嘅時候學咗繼續2、3年咁樣嘅，去到中學先至冇學。其實柔道同摔角都有啲相似嘅，就係一啲搭嘅招有啲相似。大咗即係自己同班 friend 夾錢整咗個館喺香港，咁就係嗰陣開始咯。全球最大嘅摔角市場可以叫做美國啦，因為美國有幾間世界最大嘅摔角公司嘅。呢間公司已經可以每一年喺美國嗰度做100幾場比賽。而且可以喺出咗美國，譬如話歐洲啊，甚至乎嚟到亞洲啊，加埋每年可以做到200幾場比賽嘅。譬如話一啲大嘅比賽，可能會有4、5萬人睇都唔出奇嘅。細嘅比賽喺啲小型嘅埠咧，可能係每場得百零個人睇。咁但係點解百零個人睇佢哋都可以繼續生存到咧？其實因為喺外國咧出嚟。禮拜6日，爸爸媽媽帶個小朋友出嚟睇摔角咧，就等於我哋喺呢一邊禮拜6日出去睇場戲嗰個 feel 嚟嘅。喺亞洲呢邊，唔好話亞洲啊，喺港澳地區咧，其實摔角運動咧都係有少少個形象可能會負面啊，因為有啲家長會覺得哇，因為好暴力啊乜嘢啊咁樣。咁其實認真去睇摔角比賽咧，其實嗰啲其實係一啲特技啊，當佢係一啲特技、雜技咁樣睇嘅時候咧，娛樂性就出嚟啦。響呢邊嚟講，算係一啲新興嘅運動咯。咁所以我希望係咯，未來可以多啲人去認識咯，即係透過呢啲新嘅團體。而家睇網又咁方便咁樣。咁喺澳門咧，我覺得摔角呢2個字對大家並不陌生。我相信好多人都同我一樣，喺細個嗰陣時有睇過美國嗰個 WWE 類似呢啲嘅摔角比賽。咁其實就係個澳門咧，係未有呢啲嘅比賽，未有呢啲嘅運動嚟推廣。咁我覺得呢個運動咧係澳門咧去推廣咧，相信大家會有一個好快嘅接受。我就會出年會搞一系列嘅摔角比賽。咁我哋最終目的咧就係想喺澳門做一個駐場模式，就好似拉斯維加斯嘅百老匯大舞台，咁佢入邊都有定期嘅摔角比賽。咁啊，會吸引好多遊客過嚟睇我哋呢個摔角比賽。就算前路艱苦，仍然無阻佢哋嘅決心。蔡良嬋以澳門為舞台，舉辦國際摔角大賽，匯集咗世界各地嘅優秀職業摔角手喺擂台上面一較高下。今次呢，做呢個摔角比賽係第一次籌辦，亦都係第一次打，所以咧做運動員嗰 part 咧係比較緊張嘅，係驚自己發揮得唔好。但係之前都練咗好長時間啦，我相信今晚嘅比賽會有一個好好嘅演出。咁喺籌備比賽之前咧，就遇到好多困難咧，因為摔角好多人咧係聽過，但係未睇過。所以咧喺推廣上面咧有少少嘅問題，不過依家就好多嘅兄弟啦，好多嘅老闆啦，同大家嚟支持我，所以依家好多嘅難題咧都解決咗啦。今次 EWE 澳門站比賽最強勁嘅對手就係自己。之前譬如話出外國比賽咧，都淨係做摔角手呢個角色，但係今次亦都係一個有參與製作嘅呢個角色咯。咁所以其實我由比賽之前一日，即係琴日，由朝頭早8點忙到琴晚凌晨2、3點，啱啱起身翻嚟，又嗰啲燈光啊、彩排嗰啲亦都關我事。咁所以呢一啲嘅體力消耗係比比賽更加嚴重。而家我嘅狀態係非常之攰嘅，咁但係仲有幾個鐘比賽就開始啦。咁我要
頂埋佢，將國際摔角聯隊徹底打敗。今次其實成個比賽嘅主題就係中國戰隊對國際摔角聯隊。咁國際摔角聯隊嗰邊嘅摔角手咧，有嚟自韓國、日本、新西蘭同埋歐洲嘅選手，仲有兩位係非常之犀利嘅美國選手，一位叫做 Jay Lethal， 佢係而家喺美國 Ring of Honor 嘅重量級冠軍。另外一位原本要嚟叫做 Sonjay Dutt， 咁但係因為佢琴日啲飛機有啲事故，咁所以臨時我哋轉過一個叫做 Colt Cabana嘅選手。咁其實呢個係仲犀利嘅一個人，以前喺 WWE 打過3年摔角啦，咁亦都其實佢2000幾年就出道，亦都10幾年嘅摔角經驗。首次出戰職業摔角賽嘅蔡良善，聯同中國隊隊長何浩倫壓軸出場。